续来看这件，这是基隆市的大武仑山坡日前发生着3个人渡水死亡的事故，所以基隆市政府甲大武仑山坡甲这个条景公园的海域关起来1礼拜。经过相关单位的讨论，重新来界定着水上游憩区的安全措施。到伫咧昨暝正式来宣布，今仔日重新来开放着大武仑山坡甲条景公园保育区。民众若是违规超过这个界线者，罚款上悬5万块。透早基隆条景公园有真侪人伫遐正期待，装备穿好了，准备要落水。因为条景公园封1礼拜了，总算重新开放。潮境这边是环境是很好的地方，那1个礼拜没有来，真的蛮可惜的。对，浮球这边总是比较好的，就来往的船只还是人都会比较知道说这个下面就是有人。如果有发生意外的话，直接拉上救生艇送过去，会比这样子退回来还快。消防局派9个救生员分别伫3台救生船待命，随时会当救人。另外，咧海面上嘛加几啊粒浮球，分别设伫双边海水较深、较错漏的所在，互游客会使伫较安全的所在耍水。注意安全。市政府嘛有派几啊组的人，伫遮的唱水迷人落水进前进行安全的宣导。因为之前大武仑的山坡一天内发生3件渡水死亡的案件，也有人无顾禁令入去条景公园的水域，好渔船的普罗佩拉下长倒卡盘，所以讲市政府赶紧将大武仑的山坡甲条景公园暂停开放1礼拜。在海域上面有增设了海上浮标去界定我们保育区的范围。我们的救生艇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提醒超越界标的这些游憩的人员可以回到安全界限里面来。条景公园开放的时间是每一天的早起7点到下晡时6点。大武仑山坡开放的时间平常时是12点，假日是10点。若大武仑山坡佫重新设置的警戒线，若是咱乡亲违规超过这条线，会罚1万到5万块。基隆海重新开放，市政府动用真侪人力，好紧急的状况发生的时，会当伫第一时间协助民众。就是希望讲乡亲若到基隆耍水，莫佫发生悲剧。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